雪兒同你一齊睇天氣。本港今日大致天晴，下晝中環嘅能見度超過10公里，而朝早天氣清涼，新界地區嘅氣溫只有12至14度。日間天氣溫暖，各區嘅氣溫回升至20至25度。週末期間會大致天晴同埋乾燥，日間相當溫暖。下週初又會再凍返啦，大家要留意天氣變化。但係11點鐘嘅氣溫係18度，相對濕度76%。跟住我哋交俾天氣先生。預測朝早天色大致良好，市區嘅最低氣溫大約18度，新界會再低2、3度。而日間部分時間有陽光同埋乾燥，最高氣溫大約24度，吹和緩嘅偏東風。而初時離岸風勢間中清勁。展望星期日啦，日間相當溫暖，隨後2、3日風勢都幾大，朝早係清涼。跟住我哋關心下英國嘅天氣。一個溫帶氣旋將會喺今明2日掠過蘇格蘭以北，會帶嚟大風嘅天氣。而丹麥氣象局將呢個溫帶氣旋命名為奧托，係今年第一個被命名嘅溫帶氣旋。英國氣象局對蘇格蘭同埋英格蘭北部發出黃色大風預警，預料最高嘅陣風會超過每小時100公里，可能會導致停電。而海面嘅大浪亦都會影響海上交通。跟住睇埋其他城市天氣。廣州多雲，澳門明朗；廈門多雲，台北多雲；上海多雲；北京落雨；瀋陽落雪；首爾多雲；大阪、東京多雲；曼谷明朗；吉隆坡雷暴，新加坡雷暴；雅加達落雨。胡志明市驟雨，馬尼拉多雲，墨爾本明朗，悉尼明朗，布里斯班明朗，惠靈頓明朗，奧克蘭驟雨，孟買天晴，新德里有霧，卡拉奇明朗，溫哥華驟雨，三藩市多雲，洛杉磯多雲，紐約驟雨，多倫多、芝加哥落雪。羅馬有霧，蘇黎世落雨，巴黎、法蘭克福同埋倫敦係多雲，阿姆斯特丹落雨。天氣睇到呢度啦，各位晚安。